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北市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郭文哲等4个被告各方羁押。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就批评检察官正做政治走狗，宣布11月全国大动员去上街头抗议。民众党也支持郭文哲提出控告，因为金华城这案伫咧23要头一间开庭。 我抗告到底。又去靠手铐，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等4人，因为金华城一个政治献金案被起诉，北检第2遍控告成功，4人拢被羁押禁见。郭文哲吹沙透早，搁再被抓去看守所，伊看守陈佩琪替伊传较少的3个加现金。有没有想要对柯主席说什么？ 陈佩琪竟然停10分钟就离开，因为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宣布，1月10日司法节要全国总动员，伫自由广场捍卫郭文哲的清白。你们到底申请羁押他的理由是什么？结果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多么傲慢，所以我们所有的理由都在那100多份卷宗里面，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拿出来的，我们未来会是需要再拿出来。 你敢再交保，我就继续抗告。我们国家的检察官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可怕的政治打手、政治鹰犬？郭文哲搁再被羁押，检察官提出事证，其中包括郭文哲甲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的赖对话记录。台面讲，相关人士讲要统一用中式法来解释金华城案件，检方也提出民众党立委蔡壁如边口经做例。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翻供，这只是他们的推测，不代表我去指认。昨天律师回答的很精准，是他说蔡壁如只是就笔录做正确的陈述或叙述。难道既成事实叫做串证吗？我们现在看到北检在做的就是柯文哲呼吸有罪，柯文哲用通讯软体有罪，柯文哲连开会都有罪，都是串供。早在2021年的时候，有议员质询金华城案，当时所有的官员在回应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都委会的共识局。民众党讲郭文哲未输敢若被北检霸凌，除了伫司法界要透过直接来声援郭文哲，也强调绝对支持辩护律师提出控告。 因为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已经由律师控告递增，主张沈庆京得到癌症就要住院治疗。北京审理金华城案件第1遍开庭的日子是1月23。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立法院民进党团昨提出要将立法院长韩国瑜换掉，质疑伊配合国民党团违反着中立原则。因为国民党团的总调部坤基也批评讲，总统赖清德才打讲要调野和解，民进党团煞是要来甲因罢免。 立法院进前3读通过选罢法、在位法和宪法诉讼法3法的修正案。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因后其中选罢法和在位法主请总统府公布，民进党团这个规很呛要甲罢免。他说赵伟说刘仲说不能送，非罢免韩国瑜不可。对于相关议事人员、公务人员送监察院弹劾，另外到法院提告，这些都是一定要做的，否则的话，以后这个立法院可以关门了。 赖清德总统呼吁朝野要走向民主的正途，也希望请韩国瑜韩院长来喝大和解咖啡。柯总召，你跟赖清德总统到底是在唱双簧，还是再一次的来打脸赖清德总统？一个说要大和解，一个说要提罢免。 提出立法委员候选议长、副议长办法的规定，经过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人数提议，出席委员2/3以上通过，就会当改选。民进党团初三提变更议程改选议长，但是议会未处理。本件提案因未在本星期二113年12月31日中午程序委员会发言处理，依本院处理变更议程案例。 就暂不予处理，并列入公报。另外，宪诉法的部分，行政院认为讲正歹施行，已经提出复议，另外嘛计划后一步会申请释宪。郭建明甚至化为无拜读公道解散国会。那我们也提出宪法这个总统被罢免门槛也要调降啊，这个还有废死，大家就一起来公投，干脆国会跟总统就一起来重选，我们也是不会站的啦。行政院对于宪诉法瘫痪了宪法法庭，造成人民权利的受损。 当然应当提起复议，后续提起释宪，从暂时处分的申请或是释宪本文，都是我们会后续努力的作业。总统宪诉法
复议会过吗？罗总统参加大南方新设局推动方案的启动活动，并无回应限缩或者议题。我需要强调讲，会拍拼启动各项救济定数，目前暂时无讨论公道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台南庄查到伫咧台南高雄地区乌白岛营建废弃物破坏至少300公顷土地犯罪集团，拢总有91个人涉案，规模是有史以来上大。目前已经甲主嫌在内6个人羁押。再来是自由时报。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通过提案，要要求卫福部建议，予心脏外科、医师外科等等的医师，经过训练了后，就会当来做麻醉，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不过，麻醉医学会就批评无尊重麻醉专业。落尾是中国时报。知影即个中央国部会媒体宣传费用变伤济，佮指出农业部、客委会等等大多数拢是用限制性招标，所以知影就要提案，若是用限制性招标的媒体宣传费用的金额，就要限缩到预算的1成以内。为着要因应超高龄社会，台北市府就推动补助劳工具装电梯已经10档，不过到目前，全台北市只满100间的工具来申请补助装电梯。工人长咧施工，准备甲这栋30档的旧厝头前加装电梯。台湾伫今年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时代逐工楼梯爬悬爬低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代志。为着要减轻时代的负担，台北市信基富台社区这10档来已经加装13基的电梯。像我家，我的婆婆啦是93的啦，那真的对盖这个电梯对老人家真的超方便的。二老的人无要参加。无爱去，伊会使无爱去啊。后摆伊行情就较歹啦。社区主委表示，会想要装电梯，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对民国104年开始推动老公寓加装电梯的政策，只要厝超过20年以上，6楼以下的公寓就会当申請，补助费是总工程的50%，上悬是300万。若是符合优先推动的地区，补助金阁会当提悬到480万。基本上拢是卡着经费的问题啦，社区也真正有即个需求吼，大家看要安怎甲费用部分讲互明，安尼就有法度有成功的机会。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大约有8万多间的老公寓无电梯，目前只有100间申请成功，比例无悬。台北市政府表示，原因就出伫咧有的老公寓无空间装电梯，有的是社区居民大家拢有无共的意见。不过为着要建立友善的养老环境，市府表示，因会鼓励进入社区宣传，鼓励老公寓会当多多利用政府的补助。记者陈阿选、王兴忠台北报道。咱这边从spong机要单掉，就要拆开处理，真够工。高雄原地是按算对今年开始要加收清运费用，不过环保局即马是看到有机器会当代替人工来拆spong机，所以到尾是决定要取消收费。每晚年民众话新的碰层，这机会是哪来哪济？根据环保局的统计，高雄市每一档单调10万顶的旧碰层，逐个月清洁队就要处理超过8000顶。尤其过年之前回收废弃的碰层数量会增加1成。加在即阵有厂商出动这台新型机器，就会当甲碰层完全拆掉。所以原地这个月特别实施回收碰层爱收清运费。即阵环保局是决定暂时无要收钱。环保局已经用标售的方式委托专业的厂商进行拆解的处理，那拆解下来的废铁来进行标售，就节省清洁队的一些人力成本的支出，所以才决定暂不收费。环保局表示，较早旧碰层是清洁队爱做拆除的工班，一个人逐工平均会当拆10顶。民间厂商这台专门拆碰层的设备，一工就会当拆超过400顶，所以决定要交予民间的业者来处理大量的旧碰层，嘛暂时无要收清运费，减轻民众的负担。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不要堆积那么多垃圾，看他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拿去做什么回收再利用的方式会比较好。使用者付费，袂使有迄种讲拢免费，免费一个东西到尾啊拢是产生泛滥。上基本你也要有一个200块，你去用车，你去用车也是爱钱啊。
环保局嘛呼吁随望回收旧碰层，维持免钱。准若是要甲旧碰层平稀释，共款爱去甲清洁队登记，乌白单上当会罚6000。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台湾灯会今年伫咧桃园举办，注定着号做无限乐园，顶头有真侪代表台湾的导游。另外，今年要发的歌灯有一半是会当接行动电源，就是希望会当减少废电池，个环保。无限符号的外形，顶头阁有几落粒棒球的图。2025台湾灯会伫桃园，主顶无限乐园的模型拜五发表，主顶有18米悬、16米5宽。顶头有16万粒电火，视角会显示出棒球、电脑、原住民各有传统文化，侪通代表台湾的多样。我们希望能够有1000万以上的这个乡亲跟观众朋友跟旅客，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年的这个台湾的灯会。我们的展区里面特别融合了桃园的文化特色，包括桃园是全台湾最大的客家城。所以客家的文化非常的明显。桃园也是全台湾第2大的原住民的城市，另外呢还有新住民，所以我们把所有桃园的在地文化融合在一起。虽然民众欢喜看灯会，但是灯会定互人批评是无环保的活动，尤其是分歌灯会造成大量粪扫甲废电池，无符合国家净零的目标。对此，交通部讲，今年要分的纸外形歌灯，一半数量参往过同款是接电池的，另一半爱接民众家己的行动电源才会光，望减少废弃电池。我们这个小提灯，它的灯呢是不可以装一般的干电池。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充电器来装上去，我们上面有装一个 Type C， 那用 Type C 提供电源，那未来我们就不会变成很多的干电池需要回收。灯区所有的作品其实都往这个 ESG 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有这样低碳的方式。观光署长周英辉表示，这摆的灯会伫咧规划的时，就以选用 ESG 材质这款方式达到低碳的目标，希望逐年拢通豆豆进步。2025台湾灯会2月12元宵节迄天暗时7点正式起鼓，注定每半点钟会有一摆灯光秀，一直到2月23暗时10点煞鼓。记者郭文丽、邱凯台北报道。前一阵仔用棒球乌燕怪歌名写台湾上勇的村仔，用字无写做正确天上圣母这日上，引起讨论。这阵仔伫咧台南，搁再出现3块台湾上勇的拜年扛棒，同款也是写高尚的尚，立委就表示讲，这是考虑到版权的问题。12路口车辆来来去去，远远就看到这块5层楼高的村仔扛棒，真显目。这是立委林俊宪今年上新的大型扛棒，要向大家分享台湾着12强赛冠军这场代志。不过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甲台湾上勇的村仔印出来，无用正字就引起讨论。这回伫台南佫出现放大的版本，这市民是认为无该妥当。骑车有经过有看到，啊，不过听讲介绍有人讲迄字有点仔唔对。无甲伊改过来，也是用即个台湾上好的送去的送，嘿，啊，所以安尼讲市民昨一看到咧啊，感觉讲安尼是啊对，感觉足难摇的啦，嘿。这个台湾上勇扛棒是专台头一个向民众拜年来使用，即阵伫台南3个路口嘛通看到，原来是蔡其昌将林俊宪的直播节目时，因为村仔发了啊，授权予林俊宪会当做扛棒，不过又搁互人质疑无用台文正字，林俊宪回应是考量版权才安尼生。就是讲人的版本安尼啊，咱就甲尊重，照伊原来的版本，啊，就伊用伊电子档哦，电子的档案，咱就直接甲用。因为民众是讲希望政府会当带头做位用台语正字安尼啦，因是安尼讲。我这建议嘛袂歹啊，好啊。表示讲大家有心想要用台语来书写啦吼，啊，只是因为大家抑个对台语的书写抑个无讲介熟悉，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讲，台湾上勇应该是上下的上，啊，咱来用这个高尚的尚。无论音也是字，其实拢是无介正确的。台语老师希望趁这个机会，会使互大家明白正字的重要性。台语界呼吁开水讲台语，落笔写台文，安尼生才是正办的做法。因望政府爱带头来做典范。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人力银行公布今年的年尾奖金平均是1.39个月，做金融的领要甲2个月上济。因那餐饮业的生意虽然有变好，不过年尾奖金算是领无甲1个月。学者就表示讲，这是因为管不了起价，基本工资佮条款才会影响到。伫外商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3年外，虽然轮班的压力不遮大，不过今年领到6个月年终奖金，辛苦嘛算有价值。目前的话，因为有规划，就是要去卖房，这样就是当成买房的基金。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显示，今年企业平均发放年终奖金1.39个月，其中以金融业1.97个月上济，优秀员工甚至会当领到12个月。资讯科技业排第2，平均1.6个月，而且7%未来有调升计划。运输物流业平均会当领到1.5个月年终奖金。因为航运市场持续回温，机票、海运产业的年终要领到20个月。最高给出大概平均20个月这样的年终，那主要是因为受到了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红海危机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让这个运输产业就忽然受到了一个运价翻转这样的情况。调查嘛发现，2024年业绩回稳的餐饮业加旅宿业，平均年终奖金煞较无1个月。经济学者分析，虽然疫情了后内需回温，不过过去1年嘛因为地动风台这的天灾影响，国家各项成本拢起价，这拢有可能影响获利。基本工资涨了以后，其实很多厂商他们的人事成本是会增加的。好，那所以说人事成本增加之后呢，他对其他那个薪水比较高的员工，他们的年终奖金或者是分红，可能就有一些排挤的一些效果。学者分析，内需服务业也需要更加侪客源入来弥补上班日加小月营收，若是有机会更加侪国际观光客来消费，安尼就有助业绩成长。企业主也有能力加获利反映伫年终奖金加员工分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卫生局发布一份报告指出，食酒会增加至少7种癌症的风险。美国当年拢有10万人得癌，佮致死2万人过身，所以建议爱伫咧酒矸顶头经过食酒会致癌。下班了啉一杯，消透一天的压力。真侪人拢会招送外宾做人去酒吧啉酒。研究美国卫生局长莫尔蒂初三所发布的咨询报告讲，几多10年来，酒精甲癌症之间有关系，科学证据愈来愈多。研究美国人所无意识到这种风险，所以希望伫矸顶头打标签，建构啉酒甲癌症之间的关系。研究民众认为，安尼时做帮助无大。I don't think it would make any difference. If people want to drink, they will drink regardless of any warnings. It's like with the smoking. Alcohol's been sold for many hundreds of years and it's not proven to cancer, so I can't see how they can find something to do now to start scaremongering. 莫尔蒂伫报告内面讲，啉酒会增加至少7种癌症的风险，包括胰癌、大肠癌甲肝癌。这种风险每年会造成美国差不多10万例癌症比例，甲2万人死亡，是比酒精造成的交通事故13000人死亡也搁较侪。I've taken care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have damaged their body from smoking and alcohol, and we try to get them off of it while they're in the hospital, and a lot of them get drunk on the way home. S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make that big of a difference, putting a warning label. I would hope it would, but my gut feeling is no. 爱尔兰将会伫咧2026年强制对酒精饮品打警告标签，是全世界第一例。美国若想要同款安尼先做，就要个得到各国通过修改现行的标签。不过，这项合约已经造成美国甲欧洲的酒精饮料公司股价下跌。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韩国的公调处昨执行逮捕令，要来抓总统尹锡悦，却受到守卫总统官舍的警卫队来阻碍。双方对峙5点钟了后，公调处是暂停逮捕行动。不过，因要强烈要求代理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崔尚武命令警卫处爱互因去抓尹锡悦。
真乌山的公调处人员离开总统的官舍，暂停对总统迎喜悦的逮捕行动。南韩反映批准迎喜悦逮捕令了，南韩公调处早起天也未光就动员30个人加120位警察，要离开总统官舍执行逮捕令。其中70个人留伫咧官舍外口，80个人离开官舍的前后。两边和守卫官舍的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第55警卫队动，几路边发生肢体冲突。尾下决定暂停逮捕行动，和守伫咧官舍头前的迎喜悦支持者大声欢呼。 윤석열 대통령은 여태까지 국가의 법을 지켜왔고 저자들은 국가의 법이 없습니다. 대한민국은 지금 무법 천지가 되어가고 있습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국민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도저히 그냥 이 자리를 묵고 할 수 없어서 이 자리에 찾아왔습니다. 韩联社报道，因为有超过1000位迎喜悦支持者伫现场对公调处的行动进行示威抗议，一个组织逮捕行动。为了要防止冲突扩大，警方调2700多位警力来维持治安。因那伫总统官舍内面有超过10台公车、汽车，当沿路的差不多200位第55警卫队的队员，徛做人壁，袂互人过。公调处的3位检察官只敢看到迎喜悦2个律师，无法度确定迎喜悦人是毋是伫咧官舍内面。根据总统警卫法，这个警卫队由总统警卫处管理。 负责官舍附近环境的警卫任务，并不是军方的人员。双方对峙超过5点钟了，公调处伫台湾时间12点半左右，以担心对峙会威胁现场人员的安全为理由，决定暂停执行逮捕令，对迎喜悦拒绝遵守法定停诉的行为表示遗憾。反对迎喜悦民众是伫现场举着标语牌，要求继续逮捕行动。 그래서 빨리 체포를 받아들이고 구속을 받아들이고 그리고 빨리 하루빨리 하야를 해가지고 현재의 어떤 정치적인 그 혼란 상태를 끝내주기를 우리는 바라는 뜻에서 이 자리에 나왔습니다. 因为反映批准的逮捕令有效期到初6，公调处讲本来担心，若伫拜六执行逮捕行动，可能会有更加侪民众有人身安全的风险。虽然这天执行如果是最后期限，才会经伫咧初3拜5进行逮捕行动，两依然是无成功，结果来研究要安怎做。 目前是以涉嫌妨害执行特殊公务为理由，对总统官舍的警卫处处长甲处长进行立案，要求2个人伫咧随时交还说明。因那北韩的媒体调中社也报道迎喜悦被弹劾了的情形，认为南韩的政治怎么是已经无法度运作，社会混乱。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 继续来看，10月宣布戒严的风波引发全国人民的不满。街头巷尾拢会当看到有人举抗议的标语，嘛有真侪大学生徛出来表达诉求，争取因理想的未来。因按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来去韩国听这个少年人的心声。延世大学学校的门口，有位少年大学、高丽大学、甲延世大学等等南韩国境大学的学生来到这。 因要抗议因的总统尹锡悦向颁布戒严令，变质出来，大声要求伊都要落台负责。 우선 비상계엄 선포는 정말 있을 수 없는 일이었는데 그거에 대한 책임을 그 누구도 지지 않고 있어서 그거에 대한 책임으로 윤석열의 탄핵을 요구하고 싶습니다. 这场抗议的背后，其实嘛显示韩国社会长久以来世代对立，也有少年人承担的经济压力。根据2024年南韩统计厅的调查。 在韩国，要食唔讨谈的少年人数量已经有甲4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若是有结婚的话，爱生囡仔，爱养育费，这拢算入去了，因就发现吼，不管我哪拍拼，吼，就拢买袂起伫所有的厝，也是不管我哪拍拼，拢无法度应付这样物价起飞的这种状况的话，因规气选择就是躺平。对真侪韩国的少年人来讲， 就算面对世代对立、甲同学碰撞等等的压力，不过因要是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守护韩国的自由民主，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甲对立。 그래서 정말 저도 막 생일 때도 뭐 소원을 빌 때 정말 우리나라가 평등한 국가가 됐으면 좋겠다, 불평등이 해소가 됐으면 좋겠다라고 빌고는 하는데 정말 어려운 거를 알지만 그거를 정말 민주주의의 가장 필수적인 요소라고 보고 공존이라는 것이 왜냐면 모든 국민이 평등해야 한다고 하지만 这阵去行路抗议的少年人，因用手灯代替蜡烛，象征因的希望袂去互拍花去。为着因心目中的民主甲正义，要为家己甲国家来发声。记者陈雅顺、连新维韩国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有未来3天的气象。
北部地区14度至20度，中部地区13度至22度，南部地区13度至24度，东部地区14度至23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19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